伊算命太准，后面都唯一无准就该选举无准。你啦，有当时啊，家己是嘴讲的伤紧啦，无共入场的人啦，无讲啊，无共。你是第一听有无啦？你安尼是安你安你安我甲你讲，不是啦，咱来击败你啊！来击败你就安尼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。大家一定话，每一个人拢身体健康，心情真快活。感谢。欢迎咱全世界的华人收看咱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，上较有水准的节目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咱大家好处边彭恰恰。感谢。啊，今日心情小可有淡薄仔沉重啦，吼。祖先啊，哈。什么缘故咧？哇！哦，来啊！有一句话要来甲大家分享。哎呦，要介绍进前啊，就讲咱做人呢，这个基本呐，一定要顾调，吼。天生万物用。我哟，不啦，练武诶，安怎？听探听。讲这天生万物以养民呐，民无一物以补天呐。老师，我安尼读对无？对啊。哦，天生万物以养民呐，一天讲八啊，赐予咱真侪物件哦。但是咱有做一寡代志来报答天无？这是一个咱大家心里爱小思考一下。像讲啊，咱做人气干有介遐，无安尼啦，天顶飞啦，土下土骹咧扫啦，水底咧游的啦，逐项拢食。食伤济就会出代志啦，吼！哇，迄密报讲哦，人咧食啦。迄伤咸。啊，要爱食咧较甜来生做哪，我嘛唔知，我唔捌食过啦，吼！希望大家安尼哦，咱就照一个天理安尼，希望这个灾难赶紧过安尼，好唔好？是。感谢。来遮当然是要来讲台语，要来学台语，台语有偌水，有偌好听。是，当然需要是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郑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健身命理点神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洪才老师讲的命理甲健身，所以咱今仔两位特别来宾，咱照节目的惯例是用台语自我介绍，今仔小改变一下，麻烦介绍对方。是，什么人要先？我先，是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嗨，伊就是运动界的阿迪亚。哎呦，阿迪亚，潘若迪阿迪亚嘛。哦。而且伊伫咧运动界，甲伊的家庭哦，非常的照顾。嘛爱查某囝嘛，爱外口的查某，不是？较早。好讲话。啊，你伊的本名，伊的三字名，你无甲念出来？潘那的潘嘛。啊好，你甲我记的。潘那的潘啦吼，若就是热。我袂热。家是的家，若是家是潘家地。对吧？若是啊，家是啊，潘家地，不到尾，我给你。阿伯，我老爸找我，我先来。遐济。我老爸有代志要找我。你老爸有代表要找你好。伊算命太准，唯一无准就该选举无准。是，你啦，
仙人拍鼓有时错，脚无打叉啥人无？超够多啦！我是感情放盖深啦，来我意思无吼，不要紧不要紧吼。有当时哦爱中立啦，家己是喙讲的伤紧啦，的是了无共立场的人啦，无讲啊，无共。无讲你是第一听有无啦？我讲出来讲啦，你听无？你安尼是安你怎？你喏，你我甲你讲，不是啦，咱来几摆尔，来几摆你就安尼。卖停啦！要开始无？开始。笑哎！来，卖偷懒，不要偷懒，不要偷懒。我们是这个时阵爱加油啊啦。我讲过啊，我今年开始，我爱上电视讲543个啊。好啦，你拢袂准嘛？好嘛，我你介绍伊用台语吼，拜托。我一定会好好讲，因为我讲的台语，其实连我家己也听不懂。但是我要紧，因为我讲你听我，大概你也知道我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讲阿伯，你叫阿伯，哎，我的阿伯，你叫阿伯，我要叫什么？阿公啦。阿公哦，凊彩啦，今日来实在恁啊。阿伯，我甲你讲，我这个朋友名詹嘛，迄种詹嘛，是不是？是詹伟忠啊。哟，老师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，你做嘛？健康啊，健康比詹伟忠嘛，你看嘛，我有读书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人呢，我跟你讲，无啥物歹处，无啥物好处，就是袂准。无啥物好处，就是伊该无对啦，你讲伊该无对，因为差不多300-400万人拢知影伊无对，就是无准。伊无准啊！每一届我看到伊，我朋友看到伊拢问啊说，你算啥物？伊就甲人拍。你算什么？你算啥物？伊就甲人拍。你算什么？你算什么档？你算什么？你算什么？对啊，你算啥物？伊就甲人拍。伊款式是问，你这问是算什么款物件？唔是讲你算什么？算什么？结果台语无个你算什么的啦？对嘛？你就迄个是，结果迄个是兄弟啦。不是我后来我知影这件代志，因为这个年纪是更年期啦，更年期是很容易发起来。更年期叫更年期啦。更年期啦。但是吼，台语可能无这三老师更年期。哦，有啊我甲你考倒啦哈。赶快迄个词啊！共款啊，同款你食反对。啊，就咱讲听经，听经就是这种意思。老师，我是咧形容这个词。超派气象。这是会做甲人唱声。这种是最尊重你的，这种是。你不要去敏感呐。是的，我没啦，这种是更年期的迄种来，对，倒挂。所以你的重点要介绍，你的朋友一定要到更年期啊，就对。对，嘿啦，因为伊即马伊拄啊到放牛都奔3草。放牛会逼车啦，你就会啦。你看我话刚才有淡淡的是，刚刚我喷到我怕。但是你的台语虽然讲听无介清楚，但拢了解你咧讲什么话。对不对？你的名拄啊，伊就念老师，迄潘若迪。潘玉德，哎呦，这个丁吼，有的，这丁吼，甲咱迄个过年的时阵吼，迄年货大这迪化街，就是迄个迪，这迪化吼真有历史呢。哎呦，这甲咱台语的迄个乌鲁木齐吼有关系。哦，因为迄个迪化，这是乾隆28年的时阵，因为清朝吼拢嫌迄个蒙古族吼，你拢无卫生，佮唔捌字，所以无好，迄叫智慧不清，恶习不治。所以下令你来启迪教化，启迪教化，启迪教化啊，简称叫迪化。所以迪化是乌鲁木齐的旧地名，啊，咱台湾嘛搁对咧用哦，所以叫迪化。啊，乌鲁木齐伫蒙古语，迄是讲真水的草原呐。啊，结果吼，咱台语变做安那？若讲吼，你捌去迄个乌鲁木齐遐，也是讲我是为乌鲁木齐来的，人讲你讲话拢凊彩讲的，因为乌鲁木齐离咱台湾。哦，夭寿远，所以这迪化吼，就是讲乌鲁木齐的旧地名，啊，大家当做参考啦吼。哦，乌鲁木齐，你听有无啦？喂，
俄罗斯就是乌鲁木齐啦，哦，乌鲁木齐，那个俄罗斯，俄罗斯。好了，我娘。其实你台语真正高水的，袂歹。无啦，你发明一寡爱跳舞，有袂使用台语嘛？有啊有啊，就切个啦，看到几打条赛吵过一摆。这就是我上课会讲的话啦。最近还搁咧讲算命无？吼，注寄你的重福气哦，生意颠倒好，生意颠倒好，拍断手骨颠倒用，互人骂甲臭头颠倒好。哎，所以人生是安尼嘛。人会甲你骂，甲你嫌，拢是有伫甲你关心给。你小业种。有准。哦，哎你这句话我休困三工，我接人客。我这有哲理的呢，你看人讲的，跟你差这你看。回光返照。谢谢。因为我今年算会所有啊。是啊哈。哦，我今年啊，即摆一个真苛的年纪啦。是是是。那一般公务人员今年爱退休啊啦，是是但我又无想要退休。我甲你讲好不好？嘿我你走老来运。我哎呦，你这个鼻孔有吼，哎，偌济钱拢留袂掉。哎呦，如果你这个鼻，你的鼻孔的毛无走出来真好啦。我拢有要加有啦啦。吼，你这阵是惊这会运，你知影我意思无吼？哦，所以这过啊，对啊，这我不是讲有钱的，有钱会洗肉嘛？你这肉有洗无？哦，即摆惊遮有钱的生。啊，你看这唔食狗，你去看卖啊？无肉啊，你看。我看到你有嘛？哦，你去足点嘛？你那看这嘛？奇怪嘞。今仔日是安怎？出来拢欠，拢来行的啦一。定袂歹拍咧。拍来拍感情啦。好，开始要来考验台语的程度。有囡仔未？有。有囡仔未？有。我来讲个奶爸，你会想到啥物货？哎呦，奶爸，好，来，哦，开始啊，哈，哦。好来。我说到奶爸呀。我就想着骗囡仔。想到骗囡仔袂歹啊！我说老爸呀，奶爸，我个想到泡牛奶，泡牛奶嘛是应该。我说到奶爸呀，说到奶爸，我就想到温度计呀，温度计，温度台计语啦，温度计啦，豆浆，台语无咧讲温度计，啊一定讲豆浆，老师豆浆对无？你搞的本来就豆浆，豆浆，浆， follow me，豆浆，豆迄叫浆，豆浆。豆浆，哦，甲囡仔看有发烧无发烧？过一摆。好，说到奶爸呀，奶爸呀，我就想着奶嘴。那个豆浆就咧奶水，啊，迄个歹念啊，奶嘴较好念。奶水嘛唔对呢。对啊，奶啊。泥水，泥水，冷水，凝泥还是凝？泥水，三音拢会使。凝泥水，泥水。好，来，说到奶爸呀。我就想到囡仔车，囡仔车，有的人讲红颜仔车啦，吼，啊，讲骑脚车、拉牙车拢会使。拢会使的，囡仔车。行咯来，要说到奶爸呀，我就想到洗身躯，洗身躯，甲囡仔洗身躯，较早农业社会吼，甲身躯是用卡烫，对，卡烫，卡烫那哪洗哪念呢？安那念？这两三事，囡仔人烫衫无代志。土地公伯啊会保庇，保庇你细汉好摇饲，保庇你大汉会顺时啊会顺时。阿妈都嘛安尼，甲囡仔打。这互老爸老母做一个参考袂歹，做一个经验哦。老师，你去念一遍好唔好？我大概记一下。因为囡仔的洗身躯行的水冷，啊拢算毛歌啊，甲囡仔打，啊打个念歌互伊听。这两三事，囡仔人烫衫无代志。土地公伯啊会保庇，保庇你细汉好摇饲，保庇你大汉会顺时啊会顺时。好。提供我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哪说哪念对这囡仔真好。说到奶爸呀，说到奶爸，我就想到换石猪啊，哇，有猪啊！说到奶爸呀，我就想到困袂饱，困袂饱，困
袂因为我最近朋友住这啊，对对，我了解。哎，爸爸，顾囡仔吼，顾是啊，无妹无力啦啊，困过暝，无去出差无伫的，顾囡仔半暝骂好啊。哎，哪有哪讲哦，嗯囡仔乌乌困，一一米大一寸。啊，伊啊，伊就一米大一小。说到奶爸呀，啊，说到奶爸，我就想到西奶奶，西奶奶哦，食呢啦，西奶奶，树呢？素呢啦，是呢呢，唔是你的代志啦吼，一般是恁太太抱囡仔来，你来讲食天然的，是恁某抱伊来嘛？哎啊，你来讲是呢是用牛奶管啊给拄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你，我哪我讲哦，我跟你讲。你因为我的我是有奶奶了，我什么囝也可以数我奶奶哦。真啊假？伊数趣味的啦。趣味的。对啊，有当时让阮某那个很累的时候，两个人数，哎，无人，不是。你请来请来，你刷去报名，你请人家，你对拜地，你冲啥会？冲啥会？你在冲啥会？我跟你讲。真正，因为时阵伊爱休息休困，我就暂时互阮查某囝素一个，处一个，代班趣味一个，代班呐，树一个过因嘅为呢？我嘛是有奶奶啦，我知了，大家拢有啦。我奶奶有会，哎呦！会你那个调动的，老师你也要没，哦，这我都跟你比。对不对？一说到奶爸呀，啊，我就想到七嘴烂，搁甲伊拍奶壳，哥啦，我是收烂啦，收烂甲打那个哥啦，嗝哥打一边的时候就，是讲囡仔啊拍的啦，囡仔饲牛奶饲了吼，爱甲抱起，而且甲打，互伊拍的了较袂吐因奶。为哎，碰过你知影，我的程度吼，你的程度我的咪程度，程度啦，我的程度，一概讲一个绕开，爱讲两项，对啊，七嘴烂甲拍起来。收大力啦，迄囡仔就们会受伤啊。我是你的囝，你是啦，像是来拍狗，哎，有路要你搞我跑叫警察咯？不是你叫警察，我叫你这算那个不准啊，你要叫警察，我感觉我你两个人都一样。我给了，啊来，说到奶爸呀，哎，我就想到豆子，多谢。哦，说到奶爸呀，我就想到杯关关，归关囡管仔哦，爱关关，养关关，对嘛嘛对。马晓杯关关，下摆做状元。啊，那杯关有问关题，你们哎伊，头讲肚脐嘛，啊肚脐变哪写？老师，多这是肚脐嘛，豆子，肚是肚脐脐不是不是，多这是满周其实岁吧？多济哦，做功夫呢，甚至搁爱刺揪，对，刺揪就是啥？抓抓手抓周啦，抓周，多过的多，多嘿，这哎，你的毛笔是进步啊呢？多谢老师的多济。哦，这个多谢。哇豆子，多济吼，阿公阿嬷搁爱，外公外嬷爱送一寡头尾礼，比如讲包括头壳爱滴的，啊鞋啊爱脚爱穿的头尾礼，头尾阿公阿嬷，对，外公外外妈，公外嬷啦，外多多就是满一岁对吧？对啊，哦，满尾是食油饭。满月满尾甲大节无共无共款啊，头讲的收烂是4个月用咸公饼来收烂。对对对你做老母的拢知影。对，啊是。我所说的，哎，一想到奶爸呀，一想到奶爸，我就想到漱鼻涕啦。漱鼻涕，我有搞我怎么讲漱鼻涕？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为鼻涕哦内底啊，太掉擦诶，掉，医生遐用迄个干，伊无爱听迄个声音啊，哦，所以他要叫我也才该冲出来，伊可以不要冲出来，但我用嘴巴给你吸出来。好有趣哦。哇，这最早间算真做好。爱，我真正迄有时吼，阮嘛甲阮查某囝试过，迄有时都十条，啊，你看伊做艰苦，按这人老爸老母较巴结的，对，鼻水甲漱出来。嘿，因为咱10条的。哦，就当年这个做奶爸这个物件，这个啊有一个传统的学这个风俗啊，对因呐，老师那个我唔知影无。诶，尤其吼，囡仔满月时阵爱穿3项物件，嘿，哦，着24粒石头，差不多这大，因为你若伤大粒吼，伤大胆，啊若伤细粒变鸟鼠啊胆，啊差这大粒，因为这石头定空空，老皮袂过风，啊身体一定健康，所以变做石头代表这个囡仔规年通天24粒，拢会身体勇健。哦，啊另外啊，再爱24个铜线，铜线是啥？
铜钱嘛，外圆内方。内方因为咱台湾人吼上爱钱啊，人拢嘛为细汉就开始培养伊爱钱的观念，而且这嘛有做人做事的教育哦。外口爱圆圆吼，内底爱内底爱有家己的原则。哦，外口甲人搬烂，毋过内底爱有咱家己的原则。另外24粒红卵，啊，食红卵吼，为人自细汉食到大，咱毋知食红卵食什么意思？因为清朝官是有分阶级的，所以来讲，包括伊顶戴花翎，佮头前遐赤绣物件拢无共款。所以人上大官上迄个周星驰，迄是九品芝麻官，迄是上细啊，上大叫一品台湾，一品台湾顶头一个红宝石，二品台湾有拿宝石，所以来讲囡仔满尾头壳甲暖暖红红，就亲像这个囡仔后摆会做大，若做官佮做大官，所以食红卵有即种意思伫遮啦。红宝椒，红宝椒，啊，肾结石嘞，有记结有石，结石，有即结石爱去病院啦。哎，老师，我拄仔讲的是，你莫咧注意听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叫我是放留一放三条线。哦，迄是差一只啦。伊就是啊有结石，就放三条线出来。我叫你讲，哎呦，唔通安尼，我唔通安尼。是叫你，我肾水饱满，我现在有点仔外露，所以你免担心我。我别，你要坐。我跟你讲，看是生放了旋过溪，转给佢，嘿，哎，啊碰过放了会比车，哎，比车，哎，比刹车变怎？也地点。真的哦，少年转过去，老来底就会啦。哦，第六个啦，你看下拢淡淡。是的，就是你跌搞我底啊，有个。身体爱保养，爱保养。来，我请教，捌甲囡仔收惊过无？会晓无？袂晓，袂晓嘛，我捌。哦，你收，好个家己收我哦。家己收。家己收。你哋半暝啊，无得弄医生馆来，迄皮皮啊，阮后生咧哭到唔对，我哋用个衫，用个米安尼，我哋3张亲像就对外口，做一个好什么新名，为遮经过，麻烦你做注者，即个囡仔吼，妈妈吼袂困去，后头安尼冰薄了啊，穿衫后是热咧，安尼，困去啊。哎呦，心心就好啦。心诚则灵。但是念嘛对唔对？老师，咱若家己伫咧厝要甲囡仔收惊，有啥物通好念的无？我捌听过人讲目睭囡仔，尤其是目睭吼，伊也拄着惊吓，伊目睭拢会出，所以讲目睭出声大，好事来歹事煞，观音不做来收煞，啊拢心命会甲收起啦。啊，尤其吼，足侪阿公阿嬷早期吼，毋知各位的经验，有时咱加减目睭去互点着吼。阿公阿嬷拢舞一招叫做啥？目睭公，目睭母，笨的念伊好。啊，无定话你甲你分出来吼，咱目睭哇剃大，叫可以惊着剃大蕊，啊剃大蕊沙石就走出来，外效的咧。即曾经讲啊，就去点着，目睭用咧呼，用个分一了就啊，囡仔迄惊着啊，目睭公，目睭母，笨的念伊好。不能念伊好。哦，这我有经验。有吼，对。阿妈有安念尼，伊好。我就惊着，我目睭就剃大蕊。然后阿妈讲，好啊，去算，去算。伊甲你目睭嘿，啊，我就惊着，我真正是惊着。所以我以后我的查某囝，你按时你伫困的时阵，我就甲你噗噗这样。你爱念啦，你爱心念。爱心念啊。目睭公，目睭母，目睭公，迄是临时临了，目睭叫点着，毋通像你后白配，尤其即马吼，你后白配害着恁查某囝毋通安尼，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。哦，今日算讲咧讲有得到一寡物件啦。有智慧受教啦，来，受着叫。今嘛节目才要开始呢。我叫你们点起来，你讲的。目前这个时阵是爱很重要的。对啊。我知啊。我就啊，被巴肚枵了。我先跟两个请教者，有出过唱片无？有。哦，你有出过唱片？嘿，我一个人唱啊，就是我一个人。敢有人买？无。但是我还佫有出过别个物件，我有出过麻将。啊？麻将。麻疹啊！出片啊！我现在唱片出魔啊！哦，出魔啊！大家买。我其实我唱我足好听嘞，你是无知影啦？有机会啦，有机会啦。今仔买啦，好。好，今仔好。好。我另外音乐节目，咱再来唱歌嘛。哎，对，我真正是要唱歌啦。我是加歌唱训练，班第1名毕业啊。
花式歌唱训练班第1名毕业，嘿迄个是干你一个尔哎，哦，无，三个啦，三个啦两个。气款，哎呀，你买你相信。刷了起来俗语讲了好。一个非常淳朴的小村庄，既然会发生互人想袂到的代志，这个时阵，里长伯会安怎处理呢？互咱继续看落去。里长公布，里长公布，食孙啊，食孙啊，请注意恁兜的泡面已经食完啦。恁翁喊你10分钟了后，10分钟内底赶紧转去煮中昼。若无时到，你半暝啊藏起来要偷食迄包肉干会食了了去，是无负责哦。你哪会知影？爸，我唱你倒。你的肉干，你啥呢？讲这不是肉干，是啥物人唔知？讲这内底就是肉干，外手人拢看得出来。你叫做厝地无零300两，这就是你要偷食肉干嘛？你嘛拜托的，你就是你食，你嘛拜啊！哎呦，你要食饭，你不要家己去煮哦。哈这个摕去效果啦。你准备啊！哎呦，到3工一个啦。安怎啦？阮兜哦，昨暗哦钓贼头啦。你钓贼头，你嘛嘿呐唔是钓贼头的这款物件，你爱去派出所报，去警察局。我讲你即马出门去了吼，我倒手了差不多行500步了，我正手了，佮倒了遐2、3声顶过遐，你有看到一个油桶，佮过了3步，就警察叫你去报案。我这里长你是不咧？是啦，你是里长呢，这种钓贼头的代志你爱处理啦。好啦，无安尼啊，你家处理一下啦。嘿呐嘿嘿呐，你是胖见啥？钱，还是讲泉州，还是讲美金？唔是啦，无我迄足珍贵，我足珍惜的，佮一直用的沙香梅啊啦。啊？嘿呐，不要叫我嘿啊，出去迄吃八香油。安尼甜甜的，我佮清呢。哦，嘿啊小啉做盐小食吼，来我来。里长公布，里长公布，吼，咱的李明林珠饮小姐因兜的梅啊去用偷地去，吼，伊喊你10分钟以内赶紧摕转去，若无时到伊会安怎处理，我嘛唔知吼，我嘛是无负责哈。安尼好无？多谢李啊长，哎呦，到底是什么人引导的死囡啊？这妹啊，什么咋个问到？阿伯啊，你屁看咩？哎呦，你这是安那啦？哎呦，我唔知啊，这个我甲你讲，我起来的时阵哦，我突然发现，哎呦，我奇怪，我阳台有3只妹啊，吵到要死啦！李长就是你。我不是里长，你是里长，你是阿伯，你是里长，阿伯，里长，阿伯。知啦，你等一下啦。就问你就是你是倒位？你就是贼偷，你偷我的梅啊！我头啊，你的妹啊！你有看我清楚无？潘老师啊，嘿，哎呀，我看你生着就安尼一表人才，我里表，一表无甲二表啦。里表，好啦，我知啦。我有一个手表。我唔知你兴趣味的了。头天是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人拢不是，伫遮吼，禁锢伫遮吼，就是你偷的。我有一个朋友兴趣味，伊叫做单位中啊，伊叫姓，伊这个兴趣味，我是唔是兴趣味？因为这个哦，唔知道为倒位来，我可能有杀气，有没有？杀气，伊飞到阮兜来阳台啊，迄时阵我是感觉有杀气，因为迄暗哦风足大的。风儿，你要轻轻地吹，吹到阮兜来。哦。对，这我起来时阵，我发现，哎呦，这衫衣真唔这你我甲你请，对嘛，有感觉，但是我嘛就感谢，因为三袜子哦，来阮兜子哦，忙啊都没有啊。三大姐。三袜子啊。梅啊。来梅啊，去恁兜嘿，就阮兜妈家抓拢无啦，文字拢无啦。拢无去帮啊对，我这嘛是爱甲伊感谢一下啦。
歹势啦，原来吼是风伤大，吹去恁兜啦，我搁以为是你偷摕。你莫安尼，你安尼甲我误会嘛？你看阿伯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或者阿伯安尼，你阿伯卖即个啦，你会使，我洗清气啊，你会使，我是讲买即个瓦斯，你会使来无啦，这是我运动，我你应该莫讲个济好，无人听有啦，听无听无起好，无要紧啦。听无死好。多谢你啦，多谢你。不一定像瓦斯，你摕衫内底物件嘛，摕在拉开温度嘛。我了解啦。我家扣起来之后，摕起迄种占为中迄个。安尼歹势啦。就爱啦。我就讲你兴趣味的好啦，你去上班啦。我上班哦。嘿啦。安尼我来去咯。你莫数量我哦。我不能听有啊，你你数量我哦。知啦知啦。好啊，真正。多谢你啦。我来去吼。哎呦，阿伯我来走吼。这个你对我讲啊，这个好势，哪唔惊死，敢若偷摕物件，对不对？嘿啦，多谢你啦，你甲我斗相共。足臭！朱小姐，嘿，哦，你卖啊，真正足臭的啦！敢若三条咸鱼仔呢，踢伫我的边啊！哦，不过刚刚去洗洗啦，歹势啦，多谢你哦。唉。贵啦！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你嘛较尊重嘞。虽然讲阮翁生个呢，不过你嘛袂晓安尼讲啊。无啦，我是讲我较多伫路边看到贵啦哦。你路边看到贵，你看到贵，你嘛较拜托，看到贵你唔要去找西工，还是去找迄通呢？甲你洋的，甲你洗，你找我要创啥啦？无，你丢病啊！这是你的官区啊，对啊，所以我看到贵东也莫找你处理啊。选举要到啊啦，你家处理一下，啊无到时走票就害啊啦。哦，好啦，里面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就是来服务里面的吼。咱请教一下吼，你是看到什么鬼哈？是你无头的，还是迄个，还是会飞迄种，还是安那？唔是啦，我是看到垃圾鬼啦。垃圾鬼。我卡拄哦，要来的时阵哦，看到路边一个啉酒醉的，啊，伫边仔咧放咧，真正有够太过垃圾的啦！吼，哎呦，这口啦！哎呦，我没吐。哦，你莫吐咧我只。我这会使吐。喂。诶，阮兜哪会遮济人？阮兜哪有饲狗？啊，这夭寿啊，要饲狗。你今仔食早顿也袂阿狗啊？你甲看，就贼头的也要找我啦。吼，啊，迄个看到鬼的也是要找我啦。啊，这个手空也要找我啦。啊，我真正是黄泥水洗头啦。过第二句小句，吃了。哦，贵啦！你嘛放较尊重嘞。啊，虽然讲阮翁生个呢，啊，不过你嘛袂晓安尼讲啊。安怎啦？你是不是当着看贵？你看你我这啦，你嘛，搞把多少点多咧阴间了？对啊，咱两只做伙啊。喂，无啦，我是伫咧路边看到鬼啦。你嘛拜托，你看到鬼，你就要去找迄个西公，还是找迄个通呢？甲你洋这你找我。无你刘伯啊，你是遮个官区，所以我看到鬼，我当然嘛爱找你处理啊。我来这关。啊，选举要到啊啦，你该处理者，啊无到时阵走票要安怎？处理者。对啦，替你面服务就是里长的职务嘛吼。是。我话讲，你看到迄个鬼是有头的，还是无头的？还是迄个有骹无骹？还是咧飞来飞去？还是？唔是啦，我是看到垃圾鬼啦。系啊，垃圾鬼！我看到来的路中看到一个啉酒醉的，啊，伫咧边仔咧放尿啦，迄真正无卫生，够垃圾的哦。这个啦哦。袂吐啊，袂吐。这我的放上头，你头爱乱吐。阮兜哪有饲狗？喂，夭寿。食饭啊未？对，不是，你甲讲我偌衰啦。就贼头也要找我啦，吼，看到鬼也要找我啦，这款酒空也要找我啦，我真正是吼，米红讲当声啦，拍破过来。拄则这个情形，这个里长吼，什么死人骨头拢要找，这个里长诚烦，所以拄好有讲着两句迄个俗语出来，第一句叫做
黄泥水洗头，第二句叫做美红共同情。来，迄个情形，感觉第一句对，请举手。恁啥会选迄个做黄泥水洗头？知意思吗？我知。黄泥是苦的，对，就苦的。好闹苦闹，哎洗头头，你看，哇，对啊，厉害厉害！好幻所以想。恁啥一定是在跟美红共同情的。共当中，因为我没洗头啊，因为对，我觉得先来跟一句。爱洗头，你无头。共当精应该不是用米苦啦共当米精，苦啦，当然米红啦，应该低米的米红。无可能用迄个共当精，表示讲什么物件拢会使讲，就是逐个当代志拢爱接，我是安尼想啦。哎，我听无半句。你意思是安尼嘛？我跟你讲，其实真正的意思，我跟你讲，真简单，哎呦，因为米什么？米红，米红共当精，嗯，我嘛唔知影是什么意思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校长兼共精，这个讲共金。套路白琴兼念经。这条水，老师，我会的啦，标准答案互你。啱啱真正是在路吼，哎，耶！因为啥人讲甘蔗自来甜，吼啊黄泥照旧苦，甘蔗就是甜的，啊黄泥就是苦的。啊，所以你用迄个黄泥水洗头，因为黄泥哦苦，啊用苦的物件你来洗头，就啱啱讲的，哎呀苦恼啊。哦，啊，另外一句讲美红共当精，美红就是碰个头讲的，美红是用来底米的。对比啊，你是安怎会摕来讲当精？因为当精普通放伫庙寺，对，有时咱庙里内老底是拢会口精对蕊果。啥会摕美红去讲当精的是恁厝里散食啊无味啊，所以摕美红去讲当精的那空，所以只有两种意思，空，就讲你这人空，啊，另外意思嘛是讲啊，伊空是文音啊，变是空，就讲厝里拢无钱，拢无钱啊。无跟若讲照头啊安尼搬起来，这个里长一个人爱管这个真正实在做苦恼，所以应该是黄泥水洗头。了解无？啊，不管对唔对，了解两句意思啊，吼。黄泥水洗头的意思是，就是讲黄泥水苦啊，洗你的头会苦恼。拍我玻璃。吟诗作文真趣味，这首台语应该是诗还是什么词，拢不要紧啦。这真简单，是因为要配合今日的特别来宾。潘老师，我真认真的练哦。好好哦。趣味的比赛，出大海，莫在是哪？饮水滔在。海洋喷水，水上厉害。当我看甲笑哈哈，熊熊的醒过来。哎，我那会厝放进来。哎，不过我刚刚听着迄个达赖喇嘛伫咧开始，是感觉我伫非洲咧上课。恁两个当然这头一摆来唔知影啦。其实我袂歹吼。伫大海。那是地。嘿，这目杂啦，目杂啦，飞机塔可有，目杂啦，知无？目杂啦，鱼啊，墨鱼会喷墨鱼啊，墨鱼啊目杂啦，收水，收水哦，嘿，安尼，水，这是海昂啊，海昂。鲸鱼，哎，海昂。海昂，好来，喷水上。这上简单咧，今日大家用水啊，用这首吼，这台语词大家做一个啊，安尼再结束一下，咱徛徛好无？好来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。趣味比赛伫大海，目睭收水做头在，海洋喷水上厉害，讲我唱啦笑嗨嗨，雄雄气回来，嗨，我来你放进来，嗨，我来感你谢大家，后回继续是到为山为水为恁咯。嗨，放进来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潘老师啊。今仔日足欢喜，因为我来遮，我学到足侪的好的台语。
就是我查某囝的抓手叫做多谢，不是多谢哦，多谢。我搁知影多谢呀，安怎写？是我可能讲你听无清楚，但是不要紧，你会使入去我的Facebook 来问我，我会甲你讲什么叫做多谢。哦，咱来做伙来爱台湾，爱台湾不是讲爱学台语，台语是上美的一款的语言吼，啊活到老学到老。来这个节目我学到海翁啦，海翁就是金鱼啦吼，还有木叉啦就是墨鱼之类的吼，非常的趣味。啊，节目内容非常的好，主持人嘛真好，工作人员嘛真好，布景嘛真好，就是一个小啊1%的遗憾嘛，就是来宾唔通跟一寡小的头毛黄的吼，安尼是小可爱改一下吼，多谢你吼，多谢。